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8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93天。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前线总共记录了141次战斗，在库尔斯克前线，乌克兰无人机将火力覆盖范围延伸到了雷利斯克到科列涅沃高速公路之上，使用的可能是乌克兰最新的掠食者 FPV 光纤无人机，由乌克兰国内厂商自主生产。在苏梅至库尔斯克边境，俄军再次越过巴斯夫卡，进入苏梅北部的洛赫尼亚，也就是说，乌克兰的洛赫尼亚这个定居点被俄军占领。乌克兰似乎没有投入人力将这些小型部队赶出去，只是用无人机打击他们。乌的侦测队已深入布良斯克境内80多公里，也就是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已经有乌军进入，俄罗斯已经开始紧急应对。库皮扬斯克前线，乌克兰特战队一辆装甲车在战斗中遭到俄军炮火袭击，虽然一个车轮被炸飞，然而战车驾驶员并未慌张，凭借高超的驾驶技巧，仅凭3个轮子在路上不断漂移，躲避俄军的炮火追击，最终实现了全员安全撤离。大家都知道，出于政治需要和宣传的目的，克里姆林宫在上个月就已经宣布完全收复了库尔斯克，并且在前几天5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库尔斯克，但是库尔斯克当地的官员受到普京这个通知或者指示说，尽管这些边境地区已经从敌军手中解放，但局势仍然复杂。普京表示，整个库尔斯克州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问题，但是普京又没有明说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很直白地宣称，截至当地时间5月23日，发生在库尔斯克的战斗仍在进行。乌克兰军队持续在特特金诺附近和格鲁什科沃发动攻击，俄罗斯军队则在其他地区推进。也就是说，俄罗斯方面的很多军事人员承认乌克兰军队并未完全撤出库尔斯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每天晚上都要坚持播报，那乌军还继续在库尔斯克、别尔格莱德进行战斗行动。根据英国的天空新闻报道，在将乌克兰军队赶出库尔斯克州后，俄罗斯军队在与哈尔科夫州接壤的俄乌边境地区集结了5万多名兵力，准备沿着整个前线发动大规模进攻，但目前尚未开始。分析人士认为，在天气状况恶化之前，俄罗斯有4个月的时间对该前线发动攻势，也就是夏季攻势。乌克兰方面早就预警了，这个俄军很有可能要发动夏季攻势，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考验。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说，5月24日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一次持续7小时的混合式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5月24日和25日正值基辅日庆祝活动，爆炸声传遍首都每个地区。当局报告有导弹和无人机残骸坠落，造成破坏，多栋高层建筑起火，有8人受伤。俄军不仅袭击了基辅，也对奥德萨地区发动了导弹的袭击。泽连斯基说，基辅正在清理俄导弹和无人机碎片，救援和应急行动正在袭击和碎片落点进行。对整个乌克兰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夜晚。250架无人机，其中绝大多数是沙赫德和14枚弹道导弹被击中。奥德萨、文尼察、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基辅和第聂伯罗地区均遭受损失。所有袭击都是针对平民，有人丧生。每一次这样的袭击都让世界更加确信，战争旷日持久的根源在于莫斯科。乌克兰曾多次提出停火，既有全面停火，也有空中停火，但都被置之不理。显然，必须对俄施加更大压力，才能取得成果，并启动真正的外交努力。我们正在等待美国、欧洲以及所有合作伙伴采取制裁措施。只有针对俄经济关键部门的进一步制裁，才能迫使莫斯科停火。我感谢所有
帮助和支持我们的人。当然了，仅仅靠制裁是不够的。那乌克兰对俄罗斯也是给予了坚决的反击。过去3天，超过750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这是普京拒绝停火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15个地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均遭到袭击，军工厂被袭击的记录已经出现，数百个航班被延误，这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人们无法使用移动互联网。这是双方目前的一个交火的一个情况，无条件停火现在遥遥无期，毫无指望，那所以只能往下打。我们再看一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5月23日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开始生产一种名为蝙蝠的新型无人机。乌克兰门户网站军事报道了此事。这个蝙蝠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从外观上看非常像这个沙赫德无人机。该远程无人机重60公斤，配备汽油发动机，携带重18公斤的弹头，射程超过800公里，可以轻松的发射到莫斯科。它既可以作为这个作战自杀式无人机，又可以作为诱饵无人机。说此次研发的主要目标是制造一种轻型无人机，可以从弹射器或车辆发射，而无需准备好跑道。也就是这种无人机那就更加灵活，随便找个地方，找一个车辆或者弹射器一弹，它就飞出去了，直奔莫斯科。5月底，乌克兰军队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亚罗斯拉夫斯基表示，他说俄罗斯武装部队每天最多可使用500架攻击无人机。据他介绍，俄罗斯军队已经对其攻击无人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增加了天竺葵型无人机的生产。这个天竺葵实际上就是这个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的山寨版。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对乌克兰援助的金额从76亿美元提高到110亿美元，这个决定直接让日本登榜全球援助乌克兰的首位。这个日本也可以不声不响的继续在默默支持乌克兰。在乌克兰最困难的时刻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刻，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文明的力量支持德国的一支重装旅入驻立陶宛，德国总理梅尔斯说立陶宛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保卫维尔纽斯就是保卫柏林。面对未来很有可能的俄罗斯的侵略德国按照协议已经派出部队进驻立陶宛，虽然人不多，第一批可能几百人，最终是一个旅，但是这个就是象征性的。俄罗斯要敢侵略立陶宛，那就是向德国宣战。5月24号消息，作为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欧盟正在考虑切断20多家俄罗斯银行与 SWIFT 系统的联系。彭博社对此进行了报道。欧盟还在考虑降低俄罗斯石油最高价格，禁止建设北溪天然气管道等措施。欧盟委员会正在与成员国就这些计划进行磋商，但尚未就潜在限制措施实施时间做出决定。欧盟的制裁力度越来越大，我觉得这种制裁非常有必要，但是光靠制裁是不行的。2个印度实际上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这种需求已经见顶了。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2个印度就俄罗斯的是原油再便宜，它也不能完全从那进口，也就是它的2个印度都要考虑到这能源的安全，所以说它这个渠道必须是多样化。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或者天然气，它只能占本国的石油天然气的一般的30%，就最多了。它还从沙特是吧，从什么印尼等等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它还有进口。这就是你的能源安全的多样化，它不可能50%像德国开战之前那样，50%、60%石油天然气都从俄罗斯进口，那你一旦翻脸，那就非常被动，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干的。所以说，我认为2个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也是到顶了。所以如果说欧洲再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关闭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那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打击非常大。G7 七国集团同意，如果战争继续，将进一步冻结俄罗斯资产并加强制裁。
他说：“我们确认，根据各自的法律制度，我们管辖范围内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将继续被冻结，直到俄罗斯停止侵略，并赔偿其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失。”七国集团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当地时间5月23号，美乌矿产协议正式启动。乌克兰与美国正式启动了重建基金，该基金是矿产资源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副总理斯维里登科表示，美国已经向乌克兰递交了最后一份外交照会，完成了所有程序。该协议涵盖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并设立了一个投资基金，以支持相关项目的发展。重建基金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个好处，是个保障。总之，加强了跟美国的联系。美国人你得投钱，乌克兰只出矿和地方，美国人找投资给钱，也就是美国人要投钱，美国人投入资产。那你普京总不能炸吧？如果你普京炸了美国人的资产，特朗普会怎么说？我认为重建基金协议的推进是对乌克兰有利的，就是这个就像钓鱼一样的，钓特朗普逐渐的往里投资，不停的加仓，加的仓越多，乌克兰越安全。5月24号，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他说欧洲的外交官担心特朗普可能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转而与俄罗斯建立经济联系。卫报报道称，说欧洲领导人一直指望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俄罗斯普京的通话内容让他们感到不安甚至恼火。该报指出，欧洲当局推断美国有意不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该报认为，美俄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是相互尊重的，而且美国没有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这让人担心美国可能会推出俄乌冲突的解决努力。而欧洲代表认为，这将是欧洲噩梦的来临。据悉，5月19日，美俄总统，也就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以及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了乌克兰局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在他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相信俄罗斯正在俄乌冲突中走向胜利。欧洲领导人对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感到震惊，因为美国总统似乎无意支持乌克兰继续战斗。那普京为什么会觉得他走向胜利呢？普京现在为什么不愿意停火了？特朗普上台之前，普京是天天苦苦求着拜登谈判。这个咱们节目一直说，拜登不理他，拜登让他找泽连斯基谈判。为什么现在特朗普一上台，普京的态度就变了？普京认为自己要赢了，对停火、对谈判好像漠不关心，耍特朗普呢？实际上这就跟特朗普的政策有关系。特朗普是自己放弃了让普京看到的希望，就这么简单。那现在欧洲人着急有什么用？欧洲人要硬起来。欧洲人如果不想说俄语，你现在就得团结起来，要全力支持乌克兰，甚至要进入战时经济。你只有做出这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这种姿态，普京才会绝望，他才会郑重的考虑是耗下去，还是接着要5个州、6个州、7个州、8个州。欧洲现在唯唯诺诺、瞻前顾后，那就准备学俄语。我知道咱们有很多学了一半日语的，对这个不以为然，认为觉得学什么语言不重要。但是这是你的观点，你愿意做汉奸可以，尊重你的意愿，但是不要跑到我这儿来喷。学日语也没什么不好，你要学了日语，你现在到日本去，还不如再重学，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你不要跑到我这儿来宣扬这种投降卖国这种言论呢。你愿意做汉奸你去做，现在没人拿你怎么样。你可以躲在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但是不要诋毁和嘲笑那些比你勇敢的人，因为乌克兰争取到的光明也许会照耀到你猥琐的身影，乌克兰争取到的文明呢，也有可能惠及你。5月24日消息，俄罗斯大使馆新闻专员波琳娜·朱科娃称，俄罗斯科考船亚特兰蒂斯号在莫桑比克海域遭到袭击。据悉，事件发生在5月10号，当时一艘俄罗斯科考船在莫桑比克海岸附近遭到不明身份袭击者的射击。据朱科娃称，不明身份人员在印度洋莫桑比克海岸附近向俄罗斯
科考船亚特兰蒂斯号开火，没有造成俄罗斯人员伤亡，设备受到轻微损坏，连谁打的都不知道。俄罗斯不是横行霸道吗？号称到哪儿都受流氓欢迎，这又是哪一支部队袭击了俄罗斯呢？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认识一家人。最近叙利亚他新总统朱拉尼受到特朗普的鼓舞，特朗普接见了他，说是个帅小伙啊，很精神很酷，要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所以朱拉尼受特朗普的鼓舞回去，据说俄罗斯的基地空军基地就遭到了不明武装的攻击。俄罗斯人现在在叙利亚不走，可能性很小，不把这个俄罗斯人的基地给他收回来，那特朗普他也不解除制裁。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他说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乌克兰提交其在调解乌克兰问题备忘录框架内起草的文本。这份文件起草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领导人特朗普周一进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了包括解决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俄总统普京表示，谈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俄罗斯准备与乌克兰方面就未来可能的和平条约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我们肯定不知道，但是你现在想想很清楚，乌东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现在要加上哈尔科夫、苏梅一部分，甚至是切尔尼戈夫，乌克兰得从这地方撤走才能停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对乌克兰军队数量的限制，什么免于追究战争责任，什么保护俄语区的，有可能要求乌克兰进行大选。因为拉夫罗夫今天又出来说话了，拉夫罗夫说乌克兰当局不合法性，这将成为签署和平协议的障碍。俄罗斯联邦据称希望在签署协议之前在乌克兰举行选举，这对于确定谁将代表乌克兰签署协议至关重要。说通俗一点，就是俄罗斯要在乌克兰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再签协议，这样保证俄乌之间没有冲突，保证俄乌之间就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关系一样。而我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支持俄罗斯的备忘录，所以现在就看欧洲、欧盟、英国、德国、法国、波兰的态度。如果乌克兰跟白俄罗斯一样成为这个普京的势力范围，那欧洲就准备学俄语，现在学都来得及，早点学。为什么呢？你欧洲还有谁能挡得住普京？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就是美军来了都够呛。这种现代化的战争美国也没打过，高强度的。美国现在打的仗，美国这个打仗是一直不断的，但他打的都是什么仗？现代化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算是强度最高，二战以来烈度、强度，这种科技，这种拼实力，这才是真正的战争。这种战争，美国二战以后也没打过，美国打过2回越战都没，那是几十年过去了。所以说，这个乌克兰才能阻止俄罗斯的对文明的这种侵犯。如果乌克兰败了，你相当于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喜欢做汉奸的有福了，因为他也要学俄语。或许有那么一天，某条河以北都得学俄语。作为缓冲区，你不学俄语行吗？这个俄罗斯一直是留地不留人，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Вот так бывает иногда на фронте, когда собираюсь, вот я вот Ниф, брат, я Чукча, Якут, Якут, опять якуты собрались, казах,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ушел, таджик, Юкагир. 278, наверное, который. Вот так вот за Россию воюют. 这一屋子的人为俄罗斯打仗，是为俄罗斯而战，为普京而战。但是俄罗斯人没有一个俄罗斯族的。你看看普京，俄罗斯人就这样，有计划、有步骤的把这些少数民族、少数裔这种黄皮肤的，就这么消灭掉了。这就是不留人的一部分。他留地不留人，不是全部杀掉。总之，他有计划的把你消耗掉，变成耗材。到时候给你发个奖牌，有什么用？人没了。俄罗斯甚至还有专家、评论员在电视上公开说，
在俄罗斯一档叫索洛维约夫的节目中，著名的俄罗斯这个民粹专家，也就是俄罗斯的加托老师，叫马尔丹。马尔丹建议取消养老金，声称老年人就应该由他们生的子女来赡养，否则他们就应该去死，不要给国家造成负担。俄罗斯现在不富裕，打仗，养老金取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说，他说俄罗斯已跌至世界第3大武器出口国，仅次于法国。2015年到2019年，俄在全球武器出口中份额为 21%， 占1%。如今这一比例仅为 7.8%， 这意味着10年间下降了 64%， 与2023年相比又下降了 11%。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普京声称俄在国际武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并跻身世界5大出口之列。这个说法虽然对的，5大出口国之列但是份额已经下降了一大半。大家知道俄罗斯的外汇收入，一个就是能源石油天然气，一个就是军工，当然还加上一些矿。现在能源要遭到制裁，有最高限价，军工现在下降这么厉害，世界出口份额中现在只有 7% 了，恐怕还在下降。俄式武器还有谁买呢？所以再坚持，俄罗斯经济难以为继。最近俄罗斯国内关于车臣的一些传言飞来越来越多。5月初，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在车臣叫今日车臣媒体报道的时候，他说他要辞职。但是咱们节目也说了，这是真事。那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半岛电视台也报道了，说5月7号这一天，卡德罗夫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会议，向这个普京汇报工作。当卡德罗夫念完报告后郑重地向普京提出，我请求辞职，希望让亚当接班。这个亚当就是他的3儿子。而普京的回答是，先做好你的工作。根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俄罗斯有人拍下了视频，说俄军有3个摩步师进入了印古什共和国。我给大家介绍过，印古什就在车臣边上，是个很小的地方。这个俄军进入印古什共和国，那肯定不是针对印古什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知道吧？这个叫高加索之矛，还叫高加索之盾呢，就是俄罗斯的第58集团军在扎波罗热。所以这个普京这一手实际上就是防止卡德罗夫狗急跳墙。这个印古什共和国离车臣的首府格罗兹尼只有40公里，也就是普京已经做好准备了，防止卡德罗夫告失。根据媒体报道，因为这去年咱们就说了，普京现在中意的是正在库尔斯克前线指挥的车臣的特种部队，叫埃哈迈特特种部队的这个指挥官叫阿劳迪诺夫，是俄罗斯什么总参谋部什么政治局的局长还是副局长。阿劳迪诺夫上将还是中将，那不跟那个谁老是接受凤凰卫视陆宇光的采访吗？就那哥们传言普京要让他做车臣的下一任总统。那现在正好传言是卡德罗夫身体恶化，普京呢不想再让卡德罗夫家族继续统治车臣。这个确实现代国家都不应该这么干。车臣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就不应该让卡德罗夫家族把持，已经把持了25年了，跟普京差不多。那现在他要把它传给儿子，普京肯定是不愿意的，对吧？这个能理解。车臣毕竟不是你卡德罗夫家族的，你还把它搞成世袭制，你以为你是曹县呢？但是卡德罗夫家族会束手待毙吗？我觉得难，尤其当俄罗斯国内发生动荡、不稳定的时候，你现在普京还能控制住局面，那卡德罗夫不敢乱动。一旦对吧，普京那边有个3长2短，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生变化，卡德罗夫难免会揭竿而起，他不可能束手待毙。俄罗斯的前石油寡头、著名反对派叫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唯有军事手段才能阻止普京和俄罗斯，而不是制裁，不是谈判，更不是绥靖政策。还是俄罗斯人了解俄罗斯对吧？什么绥靖，什么和谈，那都是拖延时间。
随机就是错误。制裁有点用，但是你靠制裁把俄罗斯打败，那也不现实。所以还得是军事手段嘛，也就是还得跟他消耗，一边勒脖子，一边给他放血，这样才能除掉这个祸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